主后2024年4月12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婚姻新观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以弗所书第5章20到33节。做妇人人的，着亲像顺服主安尼顺服丈夫，因为丈夫是妇人人的头，亲像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伊本身是教会伊的身躯的救主。亲像教会顺服基督，做妇人人的应该嘛着事事顺服丈夫。做丈夫的着疼妇人人，亲像基督疼教会，为着教会牺牲家己。伊安尼做，是要通过伊的话，用水洗清气来圣化教会归上帝，互教会有阳光，拢无污点、无条纹，也是其他即款的缺点，诚做圣洁无瑕疵，通献互家己。相款，丈夫应该着疼家己的妇人人，亲像疼家己的身躯。疼妇人人就是疼家己。无人怨恨家己的身躯，颠倒是甲伊保养照顾，甲基督对待教会同款。因为咱是伊身躯的肢体。圣经讲，因为安尼，人会离开爸母，甲伊的某结合，两人成做一体。这个圣经启示一个极大的奥秘。照我的理解，这是咧指基督甲教会的关系。总是，这嘛适用伫恁逐个人。丈夫着疼家己的妇人人，亲像疼家己；妇人人着敬重伊的丈夫。婚姻新观，根据内政部2023年公布的统计资料，2022年。台湾有50803对的夫妻离婚，离婚者的婚龄中位数是8.02年，也就是离婚者约半数婚龄无超过9年。婚龄结构中，结婚未满5年者占34.3%，是第一位。婚姻维持5年到10年者占23.3%，占其次。实际上，伫台湾社会常常听到人对婚姻、家庭、囡仔的评价讲：早若知就莫生囡仔，莫结婚，甚至莫交往。一个人自由自在，比较快活。总是婚姻敢真正是爱情的坟墓是无？囡仔是父母之间争吵的照妖镜是无？伫以弗所书第5章20到33节，保罗甲重点放伫夫妻之间的关系。伫对妇人人的教导中，保罗论及第一要紧的是顺服。这个字伫希腊文原文的核心意思是处事，指用谦卑的心。承认上帝所定的社会处事。保罗教导做妇人人的爱顺服丈夫，是因为其中有上帝所赐的权柄。丈夫做妇人人的头，就亲像基督是教会的头。丈夫应该疼妇人人，亲像基督疼教会。若讲丈夫是妇人人的头，意思是着掌权，那呢丈夫所掌的权，应该是关怀照顾的权，毋是压制的权；是服侍的权，毋是管辖的权；是成全的权，毋是拿责的权。换句话讲，丈夫做妇人人的头，注重的是关怀、负责、牺牲、成全。就亲像基督甲教会的关系同款，夫妻之间一直就毋是谁比谁较大，也毋是谁爱屈就家己配合对方。伫婚姻中，
顺服和疼是夫妻之间拢爱学习的功课。顺服和敬重是妇人回应丈夫的疼，互丈夫伫做头的中间效法基督。丈夫对妇人的疼，是伫舍己和服侍的中间成全妇人，互妇人成做上帝爱伊做的。因为安尼，这段经文袂当作是压迫妇女的借口，反倒当是互每一对夫妻重新学习，得到享受真正自由的经文，也为现今的婚姻困境和难处找到新的出路和突破。甲耶稣做伙谈爱情，这本册的推荐序文写讲，婚姻上大的目的，其实便是有表神爱世人，丈夫疼妇人，亲像基督疼教会的终极真理。完成安尼的亲密关系，搁较是宇宙间的奥秘。保罗用基督甲教会之间的关系教导信徒，夫妻结合的相处之道是彼此顺服、互相敬重，甲彼此相疼。婚姻就亲像献身侍奉共款，是一条无容易的路。总是当基督甲教会的美好关系会当成做婚姻的典范，就会当互现今对婚姻感觉失望和恐惧的人，重新有了仰望和遵循之道。因为耶稣基督已经用伊本身做上好的典范。默想，伫我的生活、工作、家庭、婚姻、心灵各方面，是毋是捌经历耶稣基督的拯救，有得到透放甲自由？伫我的生活、工作、家庭、婚姻、心灵各方面，是毋是捌经历耶稣基督的拯救，有得到透放甲自由？咱做伙来祈祷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我甲我的婚姻、家庭、亲子关系和生活拢交托伫你的手中。我愿意伫一切的事学习你的样式，搁对其中体验你对我的疼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